在我人生最难过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现在还能遇到你，还能靠你这么近，我真的觉得好不真实啊！学长，生日快乐！我喜欢你。哪有人生日在练琴的啦？琴不能不练，手感还不见。Happy birthday！ 大家送我的生日礼物我都有收到喽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快乐。大家拜拜。担心你啊，担心我什么？担心这个面瘫，还有担心你不会照顾你自己。徐喜章小朋友，我已经满18岁了，我最会照顾自己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寒。我跟你说，喜欢一个人很辛苦。你为什么要跟这个死高中生约会？没有骗你啊。那你现在就叫他滚！这个世界好像只剩下冬天，可是我真的想到最笨的方法，就是在楼下等你，因为我真的很想见到你。今天都还没机会跟你说生日快乐。没有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啦。所以，你不只想当朋友喽？近一点就好了。这样子太近了吧？你紧张啊？除了我妈，其他人都没带过。就叫你不要再吃了，为了他不值得。你说不管什么值不值得？我要去拆他的车，你要跟我去吗？还好吗？哪位啊？这里的店员啊，怎样？先不要哭了，好吗？怎么了？我不想当跟他一样的烂人。如果能就这样赖着，该有多好。真的很好吃哎。你以后喜欢吃什么，我就煮给你。你收到。这个蛋花汤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最近发现这个，不要吃这些不营养的，哎呀！最近功课怎么样啊？有没有什么问题？爸爸在跟你讲话，你东张西望的，都已经只考上海城了，你可不可以有一点自觉啊？我不是你，什么都一定要做最好，拿第一。作业呢？你上次交给我那是什么鬼东西啊？怎么不接？你没事吧？没有啦。只要趁热吃才好吃。哎，那你玩过这游戏吗？走红线，不要掉下来。你故意的？谁故意？我下次就直接约你哦。嗯？这样够紧吗？哎，我还没上车。你为什么还没上车？抱歉。你终于笑了。我发现，其实你没戴眼镜比较好看。慢慢靠近，Endless sky 给人你拉近，愈合你。
这里就是我练团的地方，带你去认识他。今天的事可以当做我们之间的秘密吗？不错啊，感觉你们越来越好了。什么时候告白？那个骑机车载你回来的人是谁？说啊！手机给我。你不是已经答应我，任何时候都不要骗我了吗？不是，你不懂。我需要一点时间。所以你要问问你自己，叶广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到底要不理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为什么要理你？那你可以让我解释一下吗？你想去哪？离开这里，哪里都好。这学费很贵吧？学校会补助全额奖学金给我啦，只要我选上学生会长的话。你这边闯红红的，没事了，被烫习惯了。你爸要给你一个新任务，让你选学生会长，你真正的应付得过来吗？不要乱动，越动越痛。我可是不会放水的。因为喜欢呢。答应我，不会欺骗我。记住，只要你的世界下雨了，我永远为你撑伞。